你有冇聽講過呢？嗌交嘅家庭呢，連花都生得唔靚。一個家庭如果一路嗌交，屋企嘅植物呢就會失去生機。咁你有冇自己觀察下？因為萬物都有靈性，人同植物係一樣嘅，生長係需要物質條件，仲有嘅就係睇唔到嘅氣場同埋磁場啦。好容易理解，譬如話父母喺度經常嗌交，咁仔女會唔會驚啊？咁佢長大之後呢，佢對大聲呢樣嘢就會好恐懼啦。遇到事情呢就好容易逃避，呢啲都係童年嘅陰影嘅延續。咁其實你有冇聽講呢？有啲家庭好中意嗌交，連啲寵物呢都懂得去避開衝突嘅喎，小心翼翼咁生活。佢哋可能真係感受到，因為佢哋怕被波及啊，害怕被傷害。所以家呢係愛嘅港灣，唔係戰場。萬物有靈，植物需要土壤、空氣、溫度，而家需要和諧。隨住我哋維度嘅提升，我哋可以感受到與我哋共振嘅關係嘅物件啦、事物啦、人生都會開始變化嘅，不再與人爭拗。咁生命嘅美好在於不斷嘅覺知、行動同埋積德。願我哋都可以喺呢個過程當中不斷前行，擁抱更高維度嘅生命境界。咁你嘅命運就會改變㗎啦。更多提升心理嘅方法喺線下課程上會更多嘅涉及到嘅。如果感興趣嘅話呢，可以喺評論區留言"覺悟"兩個字，我會同你聯絡。